同一樣嘅數據，換個表達方式，AI 嘅表現可以差成10倍㗎。究竟咩係特指呢？簡單講，就係你餵俾 AI 學習嘅數據特點。舉個例，想預測樓價、單位面積、樓層同地段。呢啲就係特指啦。不過收集翻嚟嘅原始數據，AI 唔一定可以直接睇得明㗎。呢個時候就要做特指工程，將數據加工，等 AI 容易啲吸收。好似2024年3月15號呢一個日期，對 AI 嚟講意義唔大。但係如果將佢轉換成星期五或者第一季，AI 就覺得好有用啦。我哋仲可以組合特指，例如將總面積除以房間數目，計出嚟嘅每間房平均面積，分分鐘比單體總面積估得更準。以前未有深度學習嗰陣，工程師要花80%時間做特指工程㗎。依家深度學習好犀利，可以自動提取特指，慳翻好多功夫。不過喺傳統機器學習入邊，特指工程依然係決定成敗嘅關鍵。